来看台中抓到信用的嫌犯，和国外鉴定师合作，偷摕受害者信用卡资料，家己开发定息头路卡。为今年初到达，头路价值2000多万的商品啊！这阵警方是依照早起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，甲20外个人上班。警察日去到这间透天的，第2日发现嫌犯。因为我们排除第一是那个保持什么？ 警方去抓人，这个穿乌衫姓杨的主嫌，甲外国的诈骗集团合作，摕到外国民众信用卡的个资，再搁找外国停息的工程师设计非法行动支付的停息，再搁绑定因偷摕信用卡资料，伫全台湾各地百货公司甲店头偷入别人的信用卡。是从境外取得国外信用卡的资讯以及非法程式，把这些东西装在手机上面，那随即呢前往店家感应刷卡。 那利用这个非法的程式去欺骗刷卡机。警方表示，这个集团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犯案，因甲偷入别人的信用卡买来的商品或者是精品，会搁转卖出去。警方估计不法锁到差不多2000万，上济捌估一天就入400万。今年年中有银行的风控部门发现有各样，所以甲警方报案。线上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信用卡，或者是使用完之后直接把它删除，有储存密码的相关功能。比较喜欢去 ATM 去处理，或是临柜去处理这样子，宁愿多花一点时间，然后比较有保障。警方表示，这是国内头一个智慧型刚偷入信用卡的集团。 受害者大部分拢是美国甲日本信用卡的使用者，警方甲这个姓杨的主嫌，甲下底共犯等等20个人，以诈欺、组织犯罪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台中检方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